鏡頭來看台南，昨有一個婦人人賽車趁咧等紅燈的時陣，竟然是落車趕糞掃，走去路中約糞掃車等糞掃。警方接到通報，要甲伊開罰單。這個穿紅衫的婦人人對車路中走過去，撞過紅燈，敢若是要去頭前倒糞掃，而且伊還佫是對一台正佇咧擋紅燈的車加速掃落來。有人16下晝賽車經過台南埔尾路4段，落到這個正喊過的違規的行為，大家攏認為伊影響交通。很趕啊，應該要停在路邊啊。哎呀，他這樣子會影響交通，而且車子可能會發生一些意外。這樣，他不懂得這個後面的後果到底會導致多大的危險啊！所以這個罰單我覺得剛好而已。若是走佇咧車路頂，佫撞紅燈，伊轉到車頂的時陣，拄好變青燈，伊毋是向前駛，是向倒邊切，其他人車攏互伊撞到。警方講，伊至少違反3條道交條例的開單。駕駛以違反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》第55條快車道臨時停車、第78條行人闖紅燈、擅自穿越車道及第48條左轉彎未駛入最內側車道等規定。本分局將依職權舉發。以前真濟所在攏捌發生過無適當的等糞掃的行為，高雄就辦護民眾為了方便或者是趕時間，袂輸敢若投籃球共款，甲糞掃等去哩糞掃車。環保局請民眾愛家己注意糞掃車來的時間，等糞掃車到位才等糞掃，才袂因為等傷大力，危害家己或者是清潔隊員的安全。記者綜合報道。